我甲我随时我就要离开这个世间，要去另外一个世界。我这几年我有甲过，因为我真侪朋友我的同学我过身啊，比我较少年的这个姨夫啊，那个女儿们姨夫比我较勇嘛最近嘛去天堂啊，所以我有觉我随时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敢若有一项代志互我目睭刻落去，不愿刻，就是我一世人收的这台湾文献，这台湾资料，要安怎？我若想到这，我目睭就刻袂落去，困袂去。讲到这，讲来有头重啦。差不多一世人62年中间，为20岁开始，一日要看到台湾资料收买到薪水无够，某囝当然无嘛有咧，你讲起来是真残忍的代志。买无够钱，就去甲阮小弟小妹伸手，讲借钱我大哥。其实伊嘛知影讲大哥摕去就是去买钱，讲无现啦。这代志过去这代志讲袂了啦。因为我一个小妹，上细个小妹，翁婿，练上就是我上细汉的这个小妹，地府就对我看，你家长无人有听到我的小妹咧甲你讲我的代志。迄种讲我讲这个大哥有够忙的，安尼敢若直买册，因当面拢毋敢甲我反对，尻川后拢讲这个大哥实在是真害啦，哇！但是这拢过去啊啦，这钱我也袂还啊啦。是嘛？我还小弟小妹话袂简单啊，话伫上细汉伫美国，就派人来做兄弟的代表安尼啦，去日本教册嘛是共款，去日本教册，我的薪水足悬的，嘛兄弟小弟小妹拢无悬，我家己一个伫日本领高薪，我为日本头扫到日本尾，日本的古册店，拢大间的古册店，拢嘛知影，超有达国，超先生，到即嘛，遐头家拢已经换过就知啊。我家试看卖，我写超有达国我的名，互因迄第2代、第3代看，就讲阮老爸讲到你的代志，就是讲我伫日本也是为伫日本头扫到台湾尾，扫到这个潮流大国，我若出名起来。在一世人安尼收的物件，伫日本收的，我就去买一间厝，互迄车大。这世人毋爱咧买厝，这世人拢要租厝。为了遐日本收的钱，要甲好甲伊保存，因为我常常爱搬来搬去，迄册人爱搬来搬去，会损册，所以迄册就爱互伊安定的所在，有一个好的环境。我就去日本上真卡的所在，买一间别庄，2楼的别庄互迄厝大。我1个月才去1摆2摆，去摸遐册摸咧。迄间厝我也无时间去遐住，就是互册大。伫台湾收的，这较早伫仙台咧教册，
提前甲暗，警备、警备总部、警备总部调查局，我拢来，是毋敢甲我抄啦，但是拢来咧伫我周围安尼咧扫咧扫咧扫，遐册我嘛毋敢藏踮我家己诶厝，租住地带啦，迄种诶生态我家己嘛租住，我毋敢，怎拢摕去阮小弟小妹啊，甲分散，寄伫阮小弟小妹啊，遐安尼武力60年诶物件，敢若有一个五毛，就是讲我遮册。毋知有啥物时阵才我都安尼，即等于讲我诶子孙啊，我都安尼捡做伙，藏做伙，我嘛较会当利用吼，人要指导学生，要写论文嘛，资料有够济，要写博士论文，迄几落10个博士，几百个博士嘛，资料嘛拢有够。问题就是拢线上，安尼线伫日本线伫阮小弟小妹啊，佫来佫烦恼迄厝会漏，若漏遐册拢报销，敢若是半暝若想着讲，风台咧来咧落大雨，我就干那烦恼讲，死啊，毋知会淹水，毋知厝也毋知会漏水无，就干那烦恼袂了。我日本迄间厝嘛已经50栋啊，日本厝若50栋吼，迄厝也就爱还啊，若无还，我拢会报销。我嘛想着讲，哇，日本地动遐济，即马我若落雨是讲落雪，迄厝若放会安怎？想敢若想遮就困袂去，所以我愿目睭刻的原因就是讲。安尼敢无法度，我一生内底敢无法度安尼，期待我会当做伙，才会找当藏做伙，互我也好，我诶学生，互所有台湾人会当利用诶所在。迄种我有问咱诶中央级诶图书馆馆长啦，好吼，地方图书馆诶馆长啊。大家拢知影讲我有手头有好物件，但是呢，我诶条件足简单诶。我讲我会摕你去负责甲我运做伙、藏做伙、摆做伙，有一个空间，就是即个怎样做会藏书、藏做伙，莫甲拍散。无一间图书馆。中央图书馆嘛是共款，无法度照我愿望，我无要求讲你爱甲我买，即政府你爱编预算的，但是我无要求，我甲你要求甲集中就好，运费恁负责，甲集中就好，无法度，因为照编制爱分类，你的册分类，拢拍散。无法度藏伫一个所在，我当然我就无法度啊，所以安尼问来问去，无法度，安尼无望啊。拄我差不多人生要行到绝望的时阵，蒋文甲我问讲，你遐册差不多偌济空间缀落去。我差不多有60平的空间，就缀落去。伊一下就讲，安尼好，无问题，伊来解决。我去基金会来做这样代志，我听一个，我人生我活起来，我有希望。所以，基金会以前是我叫维文老弟，我无讲老兄啊，大哥了，老弟、小弟，我讲蒋维文老弟，因为我认为讲，伊就是我真正
会烧气，比我家己的烧气更较烧气。知影我的心情，愿意为着这一切，伊要来担起这个担，所以我真感谢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即马，我上头结束这个基金会，偌有钱咧。伊甲我讲，因迄兄哥拢医生，我讲医生，我讲安尼好，那医生，我这个身体万一呐倒落去吼，恁这兄哥就爱甲我负责。伊讲无问题，你有听你知无？你讲怎你伊甲我答应讲，我若倒落去吼，啊未死以前，伊讲你这兄哥要负责，你知无？我咧给看好啊，这个证明是。即吼，你负责好无负责啊？就真正甲我答应无要紧，就是遐车上要紧。啊，即摆遐车已经日本搬倒，头到已经搬倒来厝，伫遮伫即个所在，即个附近呀。过来，我秀水遐，我小弟兄妹遐压袂来，我换到我家己的厝遐嘛过一段，都一四件，我讲你当时要来看。伊讲即马都无经费啊！你这基金会一时啊都无经费。所以吼，伊讲咱来募款好，募款想办法来募款，吼。这也一个好处，就是讲，互大家关心的人，较侪关心的人来参与啦。你若干若你基金会出钱。外口无人知，你敢若你基金会你舞尔，这一种社会运动，互大家知影讲，哇，即马有人摕个这资料要转来，有需要大家来斗下手啊，有一个大家人有一个责任感，这也毋是基金会，这大家的资产，大家拢会当利用。这是为着台湾的未来，伫主持的工作。台湾国若要建国，你若无文化，你要建什么国？没有文化的民主，就没有这个民主的国家了。所有全世界都要讲。咱这台湾有啥物文化？大家有啊，故宫。外国人来，想要看看你们台湾文化，就甲带去故宫，故宫啊，实真可怜，也毋是咱台湾的物件。外国朋友来，你要招待他什么？有啦，